来到北港哦，除了拜妈祖以外哦，一定爱来这间。这间什么移民庙。移民庙聊天钟嘛。我本地嘛想讲聊天钟。我是啥？啊，结果唔是哦，因拜狗狗。哦。代表十八王公嘛拜高啊。系啊，就十八王公尔嘛。啊，你唔知影这边嘛有嘛？我唔知影呢。你看卖好。移民阿公。哦，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美女，大帅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叫李定。哦，李定啊，咱这帮拢叫李六伯啊，所以我个人嘛是李。少年的哦，少年的六伯啊。哎，啊，这间庙到底是啥物款的？我看有的所在人个庙若有啥物蜡，啊是挂啦吼，啥物有翻修，为什么这间庙拢无翻修？这是啥物原因？哎，嘛是有啦，啊，拢是咱即马台湾的名家来做的，因为迄需要咱的文化部吼指定的这个画师也好啦，啊，维修工匠也好啦。所以这是古迹啊，这是古迹。这固定的古迹啊。你开始在经过这东西的对。这虽然是国定，这是限定，但当时是国定3级古迹，那现在文字法改变了，变限定古迹。这已经几年？乾隆51年，1786年，啊，这是咱台湾的真正的一个那个史迹啦。伊当时啊，林爽事件的时候，把咱家成立一个义民军团，啊，当时就有108位的义士，他就当时就牺牲了。嘿，啊，所以皇帝就给咱册封这个忠义。嘿，咱是何乐的这个义民军，啊，伊不但是咱这108的义士，不但是只成军，伊嘛是只牺牲，啊，伊的骨骸嘛拢收埋伫个遮，啊，所以后壁搁有一个伊的这个眼目，嘿，英雄种，嘿，对，啊，咱的义前吼，伊非常骁勇善战，林爽拢拍袂赢伊啦，尾来咱因想讲，咱伫咧庆功宴的时阵，啊，伊等先来讨死咱的这只义权。啊，然后咱108的意思，啊，再安尼来牺牲呢？用奥国啊！较早战争就是安尼啦，就没有办法。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对，这历史就没有看一下那个走麦结合。你讲关于这座位，你甲看卖这个造型，这个造型袂使黑白做的呢，就是因为受到咱皇帝册封，哎，你才使甲做这个官员造型。我酷啊！你都看过？你找讲官员，这都是官员，这都结果这规个都是一个官员呢。哇！好大的官印。所以你拜了，你的运就很好，因为它很大的运。好运，啊，升官发财。你拜了升官发财。啊，你若甲看到伊馆顶的这个，咱的这个门啊，伊是这个清朝时代清朝砖把它砌成的。啊尾啊，因为日据时代这个砖啊拢裂开啊，啊然后这个到日据时代这个做一遍的，定时啊个。装修嘿，啊咱这砖啊你甲看，各位非常的特殊，这每一块拢总有伊落款的。蚯蚓针，蚯蚓针，蚯蚓针，而且拢有蚯蚓的。啊，这你就是若看到这针啊，就知。这迄个鸟，迄个吊带。迄吊带就是清朝时代，因为这是清朝时阵做的这个针啊。啊，咱正过来讲，伊这阵啊当时牺牲啊，这108个义士，伊每一个骨骸拢在伫遮。哦。嘿，拢伫遮。啊，所以咱嘛是嘿，甲一个嘿，甲一个足大尊敬的。好棒！哇，哥哥啊，你对我这边囡仔拢来遮拜啊？多数拢是咱来拄着这囡仔较歹药吃，啊，搞阮妈妈好，暗时也毋困，嘿，啊，咱拢来这个，好来求这个，求这个义贤将军，阮较早讲高阿公，来求这个高阿公，啊，然后甲伊讨一个这个求一个衫，对，甲囡仔穿的，啊，伊就乖乖，啊，好安眠，好困啊，嘿，对。我看到一个。什么祈福灯，我有平安灯诶，对啊，就是讲咱即摆饲的宠物哦，拢敢家人，拢敢家人的啦。哦，啊，交咱的监国公，人公平顶感觉。啊，就敢咱囡仔家己，你有有点点的小黄啊，前咱高公有另外一个更加大的功能，咱若老公就对啦。有外遇，啊，咱反正讲心神不宁，啊，互咱讲咱饲养找无老公，啊，咱来甲。咱来甲我讲下，就这红线，对，偷偷甲一件衣衫。你足紧的，你就找着红啊？啊，对嘛，因为无啦，到外皮做黏啦，黏人，一点哦，妈你加嘞，
卖的，对啊。你看你做小做高啊！咱卖高。哇，哎呦，这厉害嘞！哎，你什么东西你都会使吼？哎，高工会做敏感的。啊，哎呀，高讲啊，保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拢平安。你就来翕相，来来。哇，这有个一拳将军，1、2、3，赞！